嘉义县头一届的台语季3个月来有60场活动，上尾一场活动是邀请台语的 rap 歌手阿夸面分享台语创作的过程。淡散好，淡散的意思就是食点心嘛，吼，就头有讲过了，阿爸来春尾去吼来淡散。我就是有时候要经这两字，是因为顺从，就是因为这两字较熟悉阿夸面的。台语 rap 歌手阿夸面伫台顶分享音乐创作的过程，台卡的歌迷大家拢紧紧看，详细听。嘉义县第一届台语季最后一场活动，邀请台语 rap 歌手来演讲，希望互民众认捌即马流行的台语文化。啊，都有遐尼甲我讲台语的人，伫个愿意把这个台语都继续传落去安尼。语言是咱文化的根嘛，对，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，我想要用台语来创作，对我来讲较有我家己的感觉。我听到风在吹，心内所有讲不出的话。对着音乐的板料，现场的人身躯嘛对咧叮当。主办单位讲，真侪少年人拢真介意 rap 欢喜音乐，透过即个下冷气的合作，和台语对抗有无同的感觉。台语歌啊，会当像阿宽面遮尔啊水气，遮尔啊好听，而且佫有台语，佫有用在地一寡词，啊用即个伊的表演，甲台语歌的台语的水气甲展现出来，我感觉这是阿宽面上大的意义啦。透过做一无共面向的活动，希望就是互大家使了解讲台语嘛是一件。会使是一件做流行的代志，还是做潮的代志，所以每一个少年一辈的人嘛会使做会讲台语，嘛会使用台语去创作家己想要创作的物件。嘉义县第一届台语季活动自头讲起，用3个月的时间举办60场的活动。蔡展仁表示，台语就伫生活当中，希望这是一个开始，未来嘉义县伫台语的推广会当愈来愈丰富。记者李慧婷，嘉义报道。